世界衛生大會 WHO 18就要佇個瑞士的日內瓦來開幕。今年嘛是這美國退出 WHO 的頭一檔，要拿台灣到當時還未收到這世界衛生組織的邀請。不過這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是表示講，咱台灣要是愛繼續和世界來交朋友。今年外交部甲衛福部佇個 WHO 期間呢是要來舉辦頭一屆的智慧醫療展，有30多間醫療院所來參加，另外也會辦4場重要的專業論壇，甲世界做伙來交流。再一次揚帆示威，台灣走向世界。用快樂出航的心情，要前往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大會 WHO 18要佇瑞士日內瓦起過。今年嘛是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頭一年，台灣到今嘛還未收到 WHO 的邀請。也毋過長期倡議台灣加入 WHO 的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表示，雖然大會內底支持台灣的有伴檢一個去，毋過台灣要是愛繼續和世界各國交朋友。公共衛生的研究中心，或者是做者飯店，甚至郵箱。其實攏佇個遐，它是一個多邊組織，那我們還是要努力，還是要進去，因為要進去交朋友，或者進去貢獻我們的能耐，不管美國的作為如何。台灣可能連續10年無收到 WHO 的邀請，中國外交部頂日還佫嗆聲講，台灣無經過中國政府同意，無權利參加 WHO。咱的外交部強調，台灣人民選的政府才是會當代表台灣的唯一合法政府。今年咱會佇 WHO 期間在日內瓦舉辦頭一屆智慧醫療展，衛福部也表示有30多間醫療院所、醫療廠商參與，咱嘛會辦4場重要的專業論壇，和世界交流。全民健保的覆蓋。第二個是有關於台灣 C 肝在2030年提早，台灣是這個模範生，我們已經消除 C 肝。第三個是台灣現在目前所發展出來的精準醫療跟結合 AI。那我們要再次強調，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跟 WHO 的25之1號決議均未提及台灣，所以跟台灣無關。不能夠用來排除台灣參與包括 WHO 在內的所有的聯合國體系。台灣經過 SARS 和 COVID-19 的挑戰，嘛向世界展現台灣出色的醫療實力和防疫能力，一再證明台灣對世界貢獻。外交部和衛福部表示，咱以往會繼續爭取其他國家的支持，和台灣加入 WHO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